社工7大原則係由社會工作教育家 Felix Bistic 喺1957年提出。佢為咗防止社工同埋案主嘅關係會混淆成朋友又或者係權威嘅關係，而冇辦法幫助到案主自助，所以提出咗以下7個原則：1. 個別化，主張每一個人嘅遭遇唔同，根據個案嘅背景需要提供個人化嘅服務。2. 有目的嘅情感表達，服務對象無論係表達緊正面定係負面嘅情感，社工都知道自己嘅聆聽係有目的，例如係更加了解服務對象，甚至係引導佢哋諗呢一啲情感喺邊一度嚟。3. 適度嘅情感介入，社工對於案主所表達出嚟嘅情緒或者感受係能夠敏感地加以了解，並且做出適當嘅反應。4. 接納，接納唔等於贊同案主講嘅所有嘢同埋佢做嘅所有行為，但係就係承認佢哋係需要協助，希望可以令到服務對象覺得自己嘅人格受到尊重，重新建立自信心去到處理自己嘅問題。5. 非批判態度，社工係要做法官去到批定邊一個啱邊一個錯。6. 就係我哋之前講過嘅案主自決，尊重服務對象嘅決定權力同埋能力，唔強迫佢哋跟自己嘅建議，令到服務對象係可以承擔翻自己嘅責任去到成長。最後一個就係保密原則，建立信任嘅基礎只有喺特定嘅情況之下先至可以披露。呢一啲嘅原則其實唔單止係可以俾社工拎嚟做個案工作，我自己學完之後係覺得好幫助到我嘅人際交往㗎。即使大家對做社工冇興趣，其實都可以參考一下。係啦，我以前個社工就係做唔到4號嘅接納同埋5號嘅非批判，仲唔俾我捉到佢就係一個仆街社工。好可惜嘅係社工7大原則唔係一份評核表，社工都係人，人係有限制。我係唔認為呢個世界上邊係有完美嘅社工嘅。當然我係贊成有壞嘅社工，但係我所定義嘅壞社工係濫權啦、傷害案主啦，又或者係唔誠信嘅社工。人格係跟人嘅，專業原則係跟專業。做醫生嘅都會有壞人，做警察嘅都會有好人，係唔係呢？